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，家人有一个姓陈的乡亲，交通的罚款18000块无去纳，结果市价大约250万的透天股厝，互行政执行署依然分署以135万拍卖掉，一口早死的人都爱搬走。这个老妈妈有够伤心，即声无位通大，爱出去流浪咯。可你家在，伫法律学者的协助下，找出到这个拍卖欠点的所在，最后是撤销拍卖定数，这个主厝报起来了。大家安尼甲斗3工，感恩啊，感恩。厝主的妈妈一直点头，一直讲感恩，想到伊住50外栋的古厝，只是因为后生欠交18000块的交通罚款，差一点被法院拍卖。虽然是世间啦，但是伊就是阮的天堂啦。无即间，阮也无才有生活。但妈妈伫顶个月10日，伫法律学者陪同到行政执行署依然分署陈情，也个检警归来求情。法律学者嘛认为这无符合比例原则。谁发动不动产的查封，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。最后，行政执行署发现查封的不动产当中，木造部分已经改造砖墙，是所讲的违建袂使买卖，因此决定撤销拍卖定数。可能会影响拍地人当初出价的意愿，影响拍地人权益。我们综合考量，在针对我们之前的一些拍卖程序，我们决定是以撤销拍地，来保障拍地人跟义务人的相关权利。虽然撤销拍卖定数，但是厝依然是被查封。单身男子也是必须要缴清罚款。执行署嘛针对单身男子交通罚款的案件另外处分。